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日节目一开始，要甲大家讲，请你暂时莫关心三位总统候选人的帮助，咱斗阵来看卖，咱即卖的少年人、青年政策，尤其是大学、高等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拢讲咱青年是国家未来的栋梁。 但是现不现问题是几大球，少子化倒校出业头路真歹接。那么到底总统敢唔得听？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全國私立學校產業工會副理事長游英輝游老師。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助理教授陳立夫。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台大政治系畢業生、社會新鮮人林德基。大家好，晚安。那麼第四位，成大全校不分系大二生吳信宏。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呢，來關心講少子化影響咱談論不少啊。 但這幾年來啦，一寡私立大專院校傳出了停辦或者是減少。不管你是私立的還是國立大學，攏對着產業的趨勢來調整着學校的科系。台大校長陳文忠就呼籲總統大選的候選人，要提出完整的高教政策來提升國家發展。 受少子化影響，今年甲明年會有6間學校退場，部分學校無退場，毋過煞大量減少招生，但是嘛有少數增加名額。根據教育部最近公布的招生名額分配表，攏總13間學校減少名額，其中文化大學減少800個，過來是真理大學減少440個，甚至有科系因為無共款的原因來停止招生，像世新大學中文系甲台師大工業教育系。 按算114學年度要停止招生。如果校務會議通過報部核定了之後，中文系會在114學年度停招。那114學年度停招，就代表14學年度就不會有大一的新生。我們希望就是在研究所的部分，可以多做一些跟技職教育相關的專業研究跟教學。 招生名額變化的背後，除了反映少子化現象，嘛反映學用落差甲教育資源分配的問題。教育資源能夠再分配，包括學生的名額，例如說，我們是不是公立學校這個人數可以減少一點？那這些名額的話，分配到其他的學校。 那有一些其實還不錯的私立學校，有學生進來，它就可以生存下去。面對部分私立學校退場甲系數停止招生，高等教育排頭坎的學校大大是按算要新設新聞系甲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育團體認為有指標意義，也預期未來培育人文社會系數相關人才重大，會互無需要隨時考慮辦學理順的國立大學來承擔。台大校長陳文忠也呼籲2024總統大選候選人提出完整的高等教育政策，促進人才甲國家發展。記者綜合報道。咱他在看這個新聞大訊吼，游副理事長就哪看哪搖頭啦吼，咧感慨真深吼啊！但是我先請觀眾朋友來看吼，咱這個圖表吼，這個正手邊遮下骹吼，徵招甲減招的這個說明吼。 減少名額以管理、財經甲語言3類學群居多啦，這就是較無人要讀啊吼。這第一，第二，減少的原因因應用產業以及市場變化、少子化因素。這咱吼用卡老話上也知，時代變遷嘛吼。第三，徵招的原因因為產業需求與趨勢。第四。 頂級大學嘛減少名額，為了呼應需求，要求不再擴張名額來壓縮私校的生存空間。即我咧頭一個問題咧，請教即個副理事長吼，甲公立學校壓縮伊個名額，啊分互即個私立學校，這敢對？
这听起来是合理的看。听起来是合理，但是咱看整个的教育的环境是爱整体来考虑啦。你用这个甲公立的减少去学这个补这，这是敢若一个方法，但是你安尼做嘛会产生足侪问题啊。家长会赞成无？啊，你学公立的要去学私立是要分互什么人？啊，人会问你啊，你公立的设备较好，师资较好，啊你甲减少，家长袂赞成啊，对无？啊，你分互私立的，啊私立的敢就接袂起来。所以应该是整体来看，要安怎去重新来调整咱规个教育的即个环境啦。即摆问题是国立的大学资源伤济，毋是伤济，就是讲国立资源伊占较大的资源，私立的伤少。啊，规个学校伤济，吼，啊，拢互即个公立的较济嘛。所以我咧讲，若讲10个学生，7个读私立的，有3个读公立的，但是咱政府的资源是7块互3个人，3块互7个人咧分啦。所以你会知影讲，公立的资源是私立的2.5倍啦。那安尼，什么人要读私立的？你减少即个公立的学校的名额，私立嘛是招无学生啊。即马小资化了，你嘛是招无啊，对无？啊，招无了，你的学费少嘛，你的财务就歹嘛，你的教育品质就歹嘛。所以即摆关键的问题，咱即个结构是即个资源，咱我讲着资源的重分配，即个资源都无够。政府无爱开大钱伫教育内底，但是你开大钱来嘛无效，因为学校伤济，市场是供过于求嘛。所以咱即摆一边就爱缩小即个学校的数量，减少科系，了甲即个资源集中发展伫较好的学校，安尼毋才会有强个有咱嘛。哦，安尼这问题真大。这一边爱减肥，减肥的当中爱改善因每工食啥物顿，倒一顿爱食啥物物件。对，啊，确实有的学校伤济，啊，佫愈来愈歹。吼，因为毋是讲伊要歹，伊就是无年人食，伊就愈来愈散嘛，伊就无法度办好嘛，啊，只好退场啊。所以只有学校囝愈来愈少，减少了，咱的资源才够用。另外一方面，咱着爱增加咱的教育的投资的资源啊。政府毋是无钱啦，开辟着所在，咱增加。即个，咱补助学生的学费3.5万嘛，每当来补助学生的住宿费5000嘛，但是这对学校的教育品质无关系啊，无法度改善啊。对学生啊，减轻伊负担，对改善学校的教育品质无关系嘛。但是对教育部来讲，而且对国家来讲，我你一下叫我爱徛马，一下叫我爱落马来看马。啊，所以咱嘛是钱无够，政府嘛是啊，所以我是感觉讲会。总统候选人当做一件代志，讲咱去甲即个上市上柜公司吼来扣教育捐啦。哦，教育捐啦，咱扣1%就好，甲即个教育捐来挹注咱的高教的资源，安尼就有钱来帮助即个较好的要办好的学校啊，互伊愈来愈好。啊，即个退场的学校的老师，你着爱好啊照顾，甲因吼搁较济的即个迄个资遣费互因，搁甲伊辅导因去就业嘛。那安尼双管齐下落，安尼就会当慢慢改善咱的教育环境啦。啊，这副理事长吼，初一开始就甲咱规划这道墙啦吼。我希望这3位总统候选人拢有听到吼。但是哦，这对手边吼，马上就是真理大学吼，陈老师，恁今年吼，恁的名额减少440人，吼，你甲咱讲咱真理大学。是因为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还是讲真正就是小资化？啊，在地书就讲这个歹的循环愈来愈开始。是因为我即摆毋是做学校的行政啦吼，所以我可能无法度替学校回答这个问题吼。但是这个小资化确实是主要的问题，因为台湾即摆甲我读册的时阵，这个高中生的毕业生甲剩一半尔啦。所以确实是啊，大学阮迄阵30几间，即马150几间嘛是加足济，所以确实这个要读的人有减少嘛，所以阮算一个中后段的学校，当然拢会受到冲击是上大。但是学校的经营的这个策略吼，这嘛袂使否认啦吼。嘛，因为北北市私立学校嘛，有人修了真好啊，无阮遐尼差的嘛是有啦，所以这个学校伫这个。台湾的这教育转型期内底，安怎选择伊的政策、伊的做法、优先要做的代志，这确实是嘛爱家己负责任吼。咱若今年减遐尼济，应该是讲
旧年的、自年的，咱也无减，一届减较济，就是拄好出现尔嘛吼。其实应该是早就会出现即个啦吼。我先讲一种，因为学校的部分应该是爱有学校的。我今日是讲，这毋是一个我想要讲的是讲吼，爱对台湾的即个好多有理事长、副理事长讲即个部分，就讲国家对即个高等教育，就讲咱这今仔日大学要收起来，还是讲科系要关起来？是要放喺一个私立校经营的问题，还是要放喺咱的国家的教育的问题？我感觉这是完全两个。佫有人咧讨论是老师的教师的劳动人权问题，佫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这个校要收起来，不爱收起来，这是一个劳动问题。遐个老师爱吼，甲伊学生的受教权，这爱甲伊保障，本来就是应该。吼，这甲国家的政策，迄是两回事。吼，这是劳动的问题，教育部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讲。咱国家徛咧较悬的行政院吼，也是讲教育部的立场，就是讲高等教育是要做啥物代志？因为我嘛是台湾教师协会会长啊，阮10年前阮就提出一个叫做抢救技职教育的即个白皮书，迄时阵嘛，迄个对3月29青年节的时，阮提出来。迄时阵10年前讲即摆的代志，早就讲过啊。所以迄是10年来，其实国家拢无应付即个。做法，什么叫无应付？就是讲，咱这个政治吼行政已经做保守的，但是教育政策是所有政策里面上保守的，因为伊是遐人数还是遐意识形态已经是保守的，就是讲有啥物问题吼，咱就去解决问题，唔是咱去创造未来。咱的教育政策是解决问题，唔是创造未来，这就是上大的问题。所以讲，咱即马尤副理事长讲的上，我足赞成的，就是讲。欧美国家吼，因的大企业用伫即个人才训练吼，内部训练的经费超过1成，就10%以上。咱台湾98%以上中小企业根本伊的即个研发，也是讲伊的训练教育费用是0，是要希望大学就甲训练出互伊，大学变做伊的即个人才训练机关，伊完全袂投资。咱的企业愿意投资的，加上台积电安尼尔，伊较有即个真正咧培养人才。咱也是日本、美国足侪国家是，你大学毕业以后4年的时阵，你毕业来公司先送你外口读一个硕士，再倒来公司做头路呢。我要求你做啥物对公司有利的，我就甲你指定要去读啥物硕士，你就爱写即个题目，你就是爱我甲你交学费、生活费，倒来就是阮公司要用的人爱签约。咱即摆是讲。恁即个大学在教啥物物件？你老师是捌3，恁拢训练，这阮拢总袂使用，迄是甲大学当做迄个训练所嘛，毋是大学嘛。所以即摆大家看大学办咧迄要创啥？迄是你徛咧生理人、徛咧头家人的立场咧看教育政策。阮这是国家的教育政策，毋是产业政策，这是两回事。我看分得清楚。过来，大学公立大学吼，是毋是应该爱增加这个减人啊、加人？我看是讲应该从质来看，毋是量来看。因为咱即马讲要减人，互私立大学去延续入去，迄是暂时解决私立大学，莫马上倒，迄毋是解决台湾教育问题。应该是公立大学爱做啥物代志，爱做一寡私立大学，还是讲企业无愿意投资的科系啦，纯粹的科学、物理、化学这款的文学的，对，这款的绝对无正常人要甲你投资，因为这无钱通赚，这顺的嘛稳了钱的，这国家就爱派起来。你也讲什么新的 AI， 什么关系大数据，迄。父母也好，公司也好，抢要爱人才，根本就是企业爱来投资，人父母嘛互囡仔塞去读，囡仔嘛足爱读的，迄未来拢辉煌灿烂的，各足光明的。所以讲国家要安怎处理公立大学，就是爱派起来公共财人才训练的科系嘛。私立国家就爱减少这个应用的是讲这个商业的这款拢唔免国家，这款就爱企业家己用伊的奖学金排。这个训练吼去外国学嘛好，也是讲国立私立大学国立来做专业的要趁钱用的科系，安尼我的看法是安尼来解决，毋是讲即摆讲是要安怎来敲这个高中生的名额，要解决学生读书。学一下，补一下，迄拢是暂时的，迄袂解决咱台湾老师还是科系内底真正老师的这结构嘛，所以就是甲这个要死变做。紧死变慢死，安尼嘛是稳死的嘛。好，老师吼，稳死变慢死。但是我来问一个政治系吼，看伊是要死也袂死吼，来家己。你伫学校你毕业偌久？我毕业差不多1年外，吼。你讲恁即摆的当初，莫讲你家己啊吼，你的当初即摆拢从事啥物行业？
我是政治系，所以我的东创因即咱逐件是代政治系。嘿，对。哦。啊，我的东创因若是要有一个较明确的出路，因就是会去考公务员，因会去考上大宗的是调查局啦，嘿，还有一个是外交官，嘿，这两个是大家公认讲，这出路上好，上看会到未来的科系。若是其他道，就是有的人就开始去舞政治啊，因就会去参加国会，做迄国会助理的工作。嘿，这几道差不多是阮政治系出路。若无要选择这个出路，就爱家己去想讲要学习啥物技能啦，去参加私人企业迄个应征安尼。一般是完全改道去。对。所以恁的当初特别毕业进前，敢毋开始感觉讲，但即摆头路出业无介好找，甲比其他的系来比起来吼，敢若无遐好找。完全是有啊，差不多甲大三、大四迄阵啊，阮大家都会开始有一个迄个叫做毕业焦虑啦，吼，伊就大家就会开始想讲，安尼阮即摆毕业要来创啥？所以我才会讲上大宗的是去考公务员，因为你若无真正一个足明确的方向，就是去考公务员是较明确的。铁饭碗。嘿，对，铁饭碗。像我家己是就有想法，我想要做音乐，所以我就开始规划我要安怎处理我毕业了后的生活。即题吼，我小等来问你哦，你会感觉讲，安尼你4年是白了工？你若要做音乐，是毋是？可能你就要去读其他的学系，来去做音乐吼。这题我小等才问你吼。先来我问即个新鸿吼，新鸿你即摆，头拄仔咱有看到你提到，伊新鸿一个特色是，伊即摆是大学2年，吼。但是伊个是不分系啊，吼，咱甲观众朋友讲，这不分系吼，有2种作用啦，吼，就是讲真侪高中生拄啊读到大学的时阵，还佫懵懵渺渺，唔知影家己要爱啥物，要读啥物，所以咧不分系。有一种好处就是讲吼，学校一寡老师一寡系吼，可能开无遐济课的学生的时阵吼，可能大家共同来开即个学系，吼，开即个课。你甲咱介绍吼，你即个拜1到拜5的课单。好，我来小介绍一下咱拜1到拜5的课单。就是我基本上来讲，就是因为咱若不分系，就参像头拄主持人讲的，咱不分系头一就是咱若入来就是互高中生有一档的时间会当去好好想看觅讲伊以后是要安怎。伊伫1年要升2年的时阵，伊会当去选择讲伊是要转去即间学校的可能排课的，譬如讲我对电机对电脑较有兴趣，我可能转去电机遐。毋过有一寡人伊感觉讲，伊愿意留伫不分系，伊愿意留伫不分系一个通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咱会当看到头拄仔伫主持人一开始咧讲的这报告内底，咱会当看到讲，即马有诚侪科系想要去增加。毋过咱会当知影一件代志，这嘛是不分系老师甲咱讲，就是讲即马社会问题足多，咱工课会出现就是要为着就是要解决咱社会有诶问题。毋过咱诶大学绝对无法度对着咱社会问题一直行，所以咱不分系其实伊是一个，互你去就是无共款诶物件，不同的领域去学无共款诶领域你学着遮诶物件，你互家己有一寡弹性。安尼你去出去社会的时候，你就是变一个海绵共款。安尼你未来10档20档以后，可能工课一直变，你嘛无可能加做一个工课做到退休。所以就是讲部分的伊是互学生有一个机会，当去就是讲伊甚至毋是学白去学啦，伊甚至是更较专精去学一项物件。比如讲我要 AI， 我可能会当针对电脑，还是针对迄个。你甲咱看你个课表大部，我知影你拜5吼，哇，8点钟呢。迄是啥物课安尼？共款一门课8点钟哦。这8点钟就是讲，譬如讲我拜1到拜4，我所学的课就是以资管，因为我是要以资管较法律为主，甲法律这方面，所以我伫拜1到拜4的课就是，譬如讲除了讲一寡通识课，还有加资管的课了。我拜5这个课是咱清大部分的一个通大的
个特色，就是讲咱生态部分呢，其实无啥物必修，啊，毋过咱必修甲一项就是讲咱的专题。就是爱来研究这个问题，啊，毋过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讲咱会当做一个，譬如讲参照论文安尼做一个研究，咱嘛会当去，譬如讲咱感觉讲，咱想要做一项代志，这嘛是会使，所以就是讲咱的课名就是讲咱叫做跨领域的问题导向出街专题，啊，同重要就是跨领域甲问题这两项代志，就是讲咱重视的是爱用这个问题。啊，这像你教讲同一个老师在教吗？无，因为咱部分系老师差不多有10几位，有差不多10个，啊，10个，啊，这10个老师会去分，就是咱有18，咱有18节的课。哦，咱有18个礼拜嘛，啊，咱就是头一个礼拜也先介绍讲所有老师，啊，剩的了就是这10个老师可能一个老师可能爱教2礼拜，啊，每一个老师伊的专长嘛无共，譬如讲有一寡老师伊是咧做医学人文，咧做访问的，啊，伊就教咱讲哦，你若要做一个研究，要做访问要安怎做，啊，有一寡老师伊是咧做资料咧分析的，啊，伊若做分析，伊会教咱讲，要安怎用 Excel。啊，要安怎用 Excel 内底，譬如讲咱要做统计，啊，内底物件要安怎来做，迄函数要安怎写。啊嘛有一寡老师伊是咧做，伊是公社系，就是伊是咧做设计，啊伊会教咱讲，你若拄着一个问题，咱面对一个问题，咱伫学术顶管有一个叫做 double diamond 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就是咱先想到这个问题，先去发散，再收敛，啊，搁去想要安怎解决，伊教咱安怎去解决问题。哦，所以你这对人文去到工程，搁较基础的学科，拢有呢吼。嘿，拢有。啊，但是你敢会当吸收？我感觉是会使，因为我甚至是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物件，因为就是讲咱常常咧可能也许是你较巧啊，恁的当初的反应呢？咱当初的反应基本上拢是会使，因为老师咧教袂讲教较足困难的。哈，嘿，其实伊就是伊这课就是一开始就参照。就好啉过好落啊，对吧？就敢若一个就是参照一个软实力的一个培养啦。就是培养讲你要安怎做一个报告，你要安怎用这个工具，啊，就是讲，因为咱这个专题的课程，伊有分4个阶段，啊，这是头一个阶段，伊先教咱讲安怎的，咱工具要安怎用啊。但是我所知，敢若是各地学校较有这个不分系的这个产生吼，是毋是安尼？应该是讲私立的学校嘛是有啦，啊，毋过就是讲大家选择的。就是可能会以各立个学校较侪啦。即我问副理事长吼，这种方法较有通减少这个科学的流失，还是讲其实是一个老师拢一个扩大啦？啊，你无你就算讲甲安尼，伊嘛是啊，佫有扩大，啊，佫袂赴啊，毋知要安怎甲请，是到底问题是毋是安尼？这个大学不分系，这是真好啦吼啊。当然，学生仔来讲，伊有足大的自由的，当收伊要教伊的课嘛。就是咱入去自助餐，你要教伊食啥，你就家己去配啊，毋是我套餐配互你啊。哦，啊，这对学生是真好，啊，这是适用伫迄个自主性真悬，伊家己知影要食啥物菜的学生。吼，啊，但是讲这对老师，你讲会解决老师的科学的迄种问题无？讲袂啊，变得变。因为学生足自由的嘛，伊会当学白选，可能有的老师都无课啊，都无课咱教，所以有的迄个无人收，所以这伫私立学校，因为吼，毕竟私立学校的资源拢靠学费，啊，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嘛，你这个系若学生啊少，你老师就无头路啊，无可能教变安尼啊，所以伫国立的可能较有可能来用这种方式来办这个不分系的教学。伫私立可能就较无有利，安尼对校来讲伊是较省钱啦。我会当，我若开一个课，大家拢来收，拢会使。伊个整合一个专上好是专校不分。大家拢有饭通好食。嘿，啊，但是老师的工课迄个工作会减少，伊的课会减少。上好是大家就是没有科系嘛，无系大家拢不，我收起来我专校不分的好啊。我是毋是我就是教，我就是讲。我那自助餐的啊，我那buffet啊，我就是固定食的菜尔。啊，你会当出来你安怎食袂要紧，但是我也免分什么系，免分什么区，嘛免拢固定出什么菜无，我就是食的菜尔。
所以这还佫唔是会当解决，无法度解决，无法度解决，无法度解决，因为大学欠的是资源啦。即马就整体大学的资源，因为小资化嘛，小资化是拔学费嘛，因为学费长期拢互政府冻掉咧嘛，无法度，哦，咱的物价的波动遐尼悬，咱的学费拢一直加啊，拢遮尼加啊。学生囡仔愈来愈少啊。学校收的钱根本就袂付无法度，一定是了钱嘛，即马是长期咧了钱的啊。啊了钱，你要哪去找钱来？所以你讲做好是奇迹啦，你了钱是正常的啦。即马私立学校是安尼，了钱是正常的啊，所以这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吼，拢限制私立学校的发展啦。学费限制，足侪法律拢甲你限制。哦，你关了私立学校嘛，无法度完全像国立学校会当减税，这种问题太侪咧。所以资源少，伊只要头食补，只要无法度投资嘛，啊，逐个品质就歹嘛。品质歹，当然你招生佫愈来愈歹嘛，啊，所以到尾就变学电化，到尾就变啦退场嘛，就安尼。所以咱的国家的政策，咱政府是会当做。第一，你就要增加补助嘛，你共限制学费，你就是要增加补助嘛。你无增加补助，你就是爱去叫企业，像咱拄仔李副老师讲的，企业就爱负责即个人才培育的即个责任嘛。咱的社会，咱的企业无即个观念，拢甲培养人才拢塞互国家其实政策工具会当来鼓励因啊。对，所以你讲我讲教育圈是真好。你企业就爱负责来培养，和大学做伙来培养人才，这爱做。吼，啊第三，你就是讲学校伤济嘛，你就是爱第一会当甲伊辅导、甲伊补助去转型，看要转做社会住宅，还是讲要转型做社会福利机构，还是文化教育机构拢好啊。你茫讲甲伊放手，你茫个放手互伊死了，你才甲伊收尸啊？毋是安尼啊，甲送火葬场毋是安尼啊。你就是爱好好的时阵，甲辅导、甲补助，互伊去做较有意义的。咱即马欠的社会住宅嘛，社会福利嘛，老人化，咱社会福利，咱会做，咱会当甲即个私立学校的资源，咱才会无甲转型做来帮助咱的社会更较好。安尼会当解决学校伤多的问题啊，吼。啊，所以总体来讲，政府就爱出力。吼，看是要加扣税，企业的教育圈好，还是要增加补助，还是要甲私立学校做转型，这种真好，但是爱做啊！啊，即摆咱政府改成拢无爱做，可能是问题受多，唔知要对倒落手。对。就我来请问哦，咱会长吼老师，恁的系叫做人文与资讯学系，但是老师你本来专业，你的专业就是政治学。哪一至到你在这个系内面，你开什么课？是，因为阮系吼，其实就是像主持人讲，咧问的不分系啦。因为阮这系是我迄时筹备的啦，阮是筹备伫这个通识学院、通识学院，阮迄时就想要做不分系。但学校讲不分系嘛，爱设一个系，阮才设安尼啦。所以本来就是不分系，是通识的这个学系啦，还是唯一的学系。啊，到尾校新的校长就是讲，这无需要，就甲阮改去叫阮选去人文，还是我选去这资讯，所以阮才转去人文嘛。啊，阮入来老师就是有两款，阮的修的学生嘛是有一寡这个资讯的，迄个高级的，吼，这个商业管理的，吼，还是这个资讯的，吼。啊，阮安尼做就是讲，阮迄阵看到这个外国吼，这个咱台湾吼，是这个咱台湾的问题，十几年前，阮迄已经16档啊，吼。迄时我要，这嘛真久啊！对，我要设这个系，所以阮无倒啊，吼，啊，阮算收了袂歹啊。啊，阮差不多20档前吼，我看到外国，迄我咧学校做迄个行政嘛，吼，做这个研发的行政吼，啊，我就咧研究各国的，甲比较各国，阮就是讲，这外国拢有这个无分系吼，啊，咱台湾的高中吼，甲应该是讲对国民校毕业以后吼，父母就是都甲囡仔培养要做工程师甲医生尔啦。啊，甲高中的时阵吼，高一的时阵也是数学袂使吼，则个改去读文科啦。所以咱根本就是早就分系啊，就是一系尔啦，医学系啦，过来就医学的跳出的啦，就是跳到尾安尼尔啦。啊，安尼结果就是，互咱的这个足侪人吼，其实人生吼，所有的自由思考的时间，拢互补习班占了啊啦。父母拢甲你安排好啦，毋是读英语去补英语，补数学、物理、化学啦，是安尼尔。
所以你真正吼要熟悉讲，你人生上要读的物件，有趣味的物件，莫讲医生做2、3当专讲我无爱，我要来去旅行开咖啡店，都是因为咱拢无对家己的选择负责，因为咱无选择的机会，咱少年人无选择机会，所以咱用足侪时间伫大学时吼，耍社团。去参加去别个系听课，咱才发现讲咱的熟悉。咱高中我以前10年前，迄记者会就讲，咱以前国中的时阵吼，互即个辅导室甲咱做迄个性向测验，咱也会记得，咱上早做性向测验是国中的时阵，佮高中嘛做过。遐个辅导老师吼，学校迄时阵的老师安怎甲阮教？因20岁就做国民校老师啊，因22岁就做高中老师啊。因认为人生上好的职业就是做老师嘛，那是做别项啊，做别项好，因早就做别项啊。所以要甲因讲，恁就唔通，恁爱选做啥好，伊拢听人讲的啦。伊敢唔捌做过，伊做过一工无？我安尼讲是，阮老爸老母拢老师啊，所以我上知啊。其实大部分因为台湾有师范制度，大部分老师人生敢做过一个工课，都是做老师尔。所以伊唔知影驶计程车的艰苦甲欢喜，伊敢知影趁真少。安尼尔，其实各行各业、各行各业拢家己的，会使满足成就感嘛。啊，社会就是多元的，就是做啥物大家拢爱欢喜的时阵，这个社会就幸福。阵啊，大家敢做医生会欢喜，别个人拢想要囝孙仔做医生，这个社会就无稳定嘛。大家就想讲，会甲斗完嘛。大家就讲安尼无啊，人嘛看袂起你，这都毋是真正进步的社会嘛。进步社会都人对人的尊重嘛，人对人的尊重就是爱中学、小学。都尊重别个行业的老爸老母家长嘛，毋是讲啊因老爸好业人啊当处长，因老爸医生律师，啊因老爸咧驶拖拉机啊袂使，迄都是失败的所在。所以我毋知想讲，阮大学的时阵，我发现我读大学的时阵，我足侪趣味，足侪阮的朋友发现家己人生的方向，都是因为一个好的大学有互你选择的机会，你也拄着一个好的老师，也是好的系课程安排，你就会重新熟悉你家己。迄个毋是恁老爸老母叫你选的，毋是课本叫你选的，毋是恁老师叫你选的，是你家己接受以后选的。这都是读一个好的大学，综合性的大学会使得到的。咱台湾甲别个国家上大的无共款，咱头前甲考试尔，伫大学再家己做报告，家己自由的学习，头前拢是教科书。安尼来讲的时阵，大学也无分系吼，你就无法度甲这人才救倒来。足侪人就因为误会再去读迄个系，所以咱足侪护理系，咱即马吼，咱的统计，护理系毕业的学生吼，有一半以上吼，到尾也摕到护士牌、护理师牌以后，伊嘛不爱做护理师嘛。所以迄就是大家讲啊，你著做护理师也摆定有头路，即马足欠的啊对啊，我都看到会我会惊，我毋敢注射，啊你是叫我读这吼，嘛有人都毋敢开刀去读外科的，到尾也著去走政治嘛，无法度，嘛是拢有啊，足侪款的，就是拢毋是迄时阵熟悉家己是大家对伊的期待嘛。这是一个悲哀啦！咱啊做教育，就是要带引咱的学生认识家己，做一个好人好囝，就是对国家社会贡献嘛。啊，过来咱国大学要做啥？咱拢想讲，咱爱支持这个支持这个企业，互伊有他的人才，种互人的囝孙啊吼，囝儿有他好的头路，趁钱的会使带某去买厝，迄拢唔对。大学分2款，一款的是。为着未来，迄是真正欧洲大学真正的目的，就是讲伊看到一般的人看袂到的人，即中立大学内底，咱来想讲10年、20年以后，台湾需要啥，世界需要啥，所以咱训练迄个人才，迄是国家顶级大学、综合性大学爱做的代志。另外一款是技术的技职大学，伊做的是对，伊是支持即马社会足需要的人才，咱来训练这。啊，另外是一个特色的大学，就是讲，咱即马拢烦恼讲，我是感觉讲爱倒的就倒的嘛，无要紧。但是咱嘛想讲，30年前，地方的农会、渔会合作社、信用部拢总倒了的时阵，中华民国政府有叫合作金库拢总直起来哦，迄是民间的哦。是安怎？咱用教育法特别的个宪法保障的老师，伊也今仔日要失业啊！伊30年前哪知影要做老师，今仔日行的这个产地，咱唔免像20-30年前讲，政府保证要救这个信用合作社，拢总家接收起来，啊，咱就讲恁老师就自生自灭，恁就劳工尔，迄是对人无公平呢，对不对？你对合作社的人拢会使安尼啊，啊，你对老师唔免安尼，老师做的是公共财的人哦。听起来佫是共业哦。对，这老师是做公共财，是训练大家的囝孙啊哦。合作社是借你的钱来趁钱的人呢，完全利益的。不是，你敢有同意老师安尼讲？对，国家负责任啦，就是讲，
毋是讲互伊安尼自生自灭吼，安尼互伊死业啊，互安尼拍走。你着爱负这个责任，因为这个产业的没落，这个私立学校的这个大学无法度成，迄是政府爱负足大的责任嘛。因为你共限制伤济啊，你用政策去限制伊的发展嘛，你共掌握伊的学费啥，你拢共控制掉咧。啊，今仔害人失业的时阵，你煞免负责，对无？啊，所以你干那对公立的学校负责，你嘛是爱对私立学校负责啊，因为政策是你定的啊。所以私立学校会退场，老师的失业，政府爱负真大的责任啦。吼，啊，所以合作社都会当做，是哪有私立学校袂当做？所以，若讲有一个较负责任的政府，是应该爱负把这打扛起来啦。吼，莫互老师安尼事业安无头路啦。较早我真赞成讲李老师讲的吼，就是讲，其实大学应该爱分做长远性的吼，还是即马现主时社会需要的。但是我要来问吼，特别吼，你咧读册的时阵，你是当时开始发现讲，哎呦，我是爱唱歌哦。我要来做歌手哦！你当时，其实我伫读大学这个阶段，我有经过一个转折啦。就是高中以前，老师甲家长拢会甲你讲，啊，你着去读迄趁钱的迄科系就好啊。啊，毋过医学系啊，医学系以外，啊，像我读文科的，像科比甲你讲，你着要读医学系。对，啊，像我读文科的，就会讲你去读法律。吼，安尼就去做律师、做法官，安尼上好。啊，毋过我就是，我迄阵仔是我要考大学时阵，我是选商科啦，我是选迄国际贸易。啊，所以我第一，我先去政大国际贸易了，我读的发现代志毋对，我对这一点仔兴趣拢无，所以我就搁选择转学考，我就考去台大的政治系。因为我发现讲，自细汉到大汉，我就对台湾的政治是足有兴趣的，我就爱看选举了闹热安尼，所以我就想的，若是真正要读这大学，要开几啊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代志，我应该爱选我有兴趣的物件。啊，就算讲迄头路未来是较无明确的，我嘛爱选我有兴趣的。啊。就我转去台大了后，我再继续了解家己，我就感觉讲，我就嘛对音乐有兴趣，所以我想要甲我所学的物件，甲我有兴趣的物件，会使结合安尼，所以我才会选择讲做音乐安尼对。所以我嘛真认同拄仔陈老师讲的，就是大学到底敢是一个要训练去做工课的学生，还是伊是一个，互大家伫遮交流学习，还是来去了解讲咱即个国家、即个社会未来要安怎去的一个所在。所以我感觉一个社会敢有进步，有一个重点是，伊敢有法度忍受浪费，就是一个社会若有法度忍受，遮有一群人伫遮做研究，伫遮可能若是注重趁钱的人看起来会讲，恁都咧浪费时间，恁无咧趁钱，无咧生产。啊，毋过其实因有可能是伫做后一个时代未来，啊，可能几啊十年后，迄足重要的物件。亲像即摆核能发电有核融合的技术，啊，一直真正有法度商转进前，一直拢是浪费啊。毋过因若有一天有法度发展起来，迄是对人类的社会是一个足好的进步安尼，对。但是这是你以你家己亲身的经验吼，但你来看恁台大吼，恁台大整个学校的状况应该是算起来比相对来讲其他学校是好真济啦吼。啊，但是你有赞成讲这资源吼，像头仔副理事长所讲，即摆大部分的资源都伫公立学校啊，啊，这变做吼。会肥的啦，下死命甲饲啊！啊，小三落吧，放哦饿伫边啊啦。你感觉这个社会资源吼，应该爱台湾大爱小挂一下，啊，互分互其他的学校吗？这就是牵涉到社会正义的问题啦。啊，因为有研究讲，我看过一个研究，就是讲其实吼，恁兜有钱的囡仔，你较有法度考好成绩。
迄是一个结果。领导就有钱咯。啊，我是无确定啦，我无确定我伫即个社会到底是倒一个阶级的。毋过我毋是迄种歹过的啦，我是还会使迄种的。毋过就是有研究讲，领导若有法度供应你好好读册，你有法度考到较好的学校。毋过台湾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咱的私立学校因的学费足悬的，毋过因是分数较低的囡仔较有法度读的，就是应该讲公立的学校是较歹考的，毋过伊的学费较低，这就是一个分配上讲较无公平的一个所在。所以若是有人提出讲会当甲一寡公立学校的资源较分互私立学校，我感觉若有一个好的方法会使处理，这是一个对社会正义有帮助的代志。这嘛真趣味呢。私立学校的学费较贵，但是还佫趁无食袂付起，私立学校还佫收无够。这可见讲，这应该毋是单一的问题，这应该是整体的问题啦吼。再来，我要请教到这个新鸿吼，恁嘛是公立学校哦，恁公立学校应该成大到目前为止无迄个学系讲招无学生的嘛。毋过为数字来看的时阵，就是即几档的迄个招生有几个系有可能有淡薄仔招袂满，就甲以前来比是有变少的。所以学校到毋开始咧，也未落雨，就先来想讲落雨的时阵安怎用安怎处理吗？毋过我感觉应该是也袂，因为成功大学甲台大，我感觉是伊就是算台湾内底算咱个真稳当当，对，真稳当当，伊个10档20档袂倒的迄种，就是基本上伊若倒，可能台湾的大学可能拢可能家己。那公立学校应该毋是倒无倒的问题，你是讲伊的学系会减少啊，而且老师要安怎来退评吼？他都你听2位老师讲起来吼，你敢有赞成讲？若是食无头路私立学校的老师，国家应该要进行某种程度的莫讲赔偿某种程度的，互伊社会正义啊弥补，因为这毕竟在过度开放这个大学了后所产生的问题，你敢有赞成？我赞成，因为即摆就是讲，咱即摆这个现象就是较早就是咱。一直去设大学，才会变做是讲咱即马囡仔要读的人无遐多，才会拄着即款的问题。毋过我感觉讲就是讲，有一寡科系虽然讲咱即马来看就是足少人去读的，毋过伊会为较早到即马伊个留伫遐，一定有伊的原因。所以这科系我无感觉讲，因为伊人变少啊，所以咱就譬如讲伊咱成大，应该伊讲，譬如讲伊咱成大有一个系，咱人常拢提出来讲的就是讲咱台文，就是会讲台文系，就是讲台湾文学系。譬如讲咱经理大学最近有拄着一个问题，就是咱经理大学的台湾文学系要收起来。伫成功大学的台湾文学系，即摆是无这个问题，嘛是共款收满的一个状况。毋过就是拄着一个问题，就是讲，大家可能入来这个系可能毋知。这个系要创啥，就是未来要创啥？未来要创啥？伊会想这个问题，因为伊就参像咱读数学啊，读物理啊，读化学遮共款，就是讲伊是读这个传统的这基础的学科，伊毋是参像工程这种，工程法律这种是直接咱社会你毕业就是对接一个工课，安尼，就面对这个科系的时阵，大家可能就是讲咱即马来，譬如讲伊来成大台文系有。真侪人其实是想讲，我会当入来清大，毋过就拄着，若是每跳落来时阵，就是拄着有人足侪人要转系，毋过就搁讲转来，就是讲咱的公立的学校是毋是应该去爱处理这下？因为我家己看的就是讲，其实嘛是有学生是介意台湾文学。介意中文，介意遮文学，甚至是介意数学遮物件，所以我感觉种遮个科系应该爱留的，应该爱有公立。但是你讲爱留掉，这就是真麻烦啊，因为也许伊无爱去淡水读啊，伊想要去成大读啊，或者是讲伊想到真理大学咧足远的，伊就无爱去，嘛有这种的吼，所以这有当时是真侪原因来促成的吼。但是刷来上尾要一把握请教4位哦，咱看到这个总统候选人的高教政策，老实讲啦，这写的拢是原则性的物件，
并无针对着头拄两位老师所讲的，讲哇，老师要安怎退场啦，吼，啊学校要安怎退场啦，啊，即个整个教育的即个现主是若要紧急来抢救，头一刀爱对倒会落去。即我上后要请教4位吼，那是互副理事长还是老师，互恁来做即个会当做主意。恁头一步爱创啥物？有通马上来食一贴药啊，是就安尼马上来醒起来，安尼哦对呢，应该是安尼哦。因为我头仔甲制作人咧讨论讲，即个淡水吼，搁较去吼，毋是咱经理，搁较去以早有一个钢砖，即钢吼，咱莫讲伊啥物钢砖吼，伊个钢砖吼，以早咧钢砖的时阵，五砖的时阵是排头名的哦，排头前的哦。即马吼变做是大学了吼，哇，再愈来愈，因为大家思考的时阵是用，迄阵是用五专的思考来咧思考你这个校，结果即摆用大学来思考，变做安尼。所以我的意思是讲，这嘛是一个方向，讲即寡大学敢有通真正来缩小，啊，互伊缩减，啊，莫甲绑起来讲，啊，你著爱三个系变做一个科系，我会当互你真正的小型，啊，互你维持最小限度，但是做较真精致，这嘛是一种政策啊。我就请教4位。我是感觉讲，上重要就是爱知影这个问题出的所在啊。吼，这教育是一个爱看这个整个的结构的问题啦。所以我是赞成台校长讲爱有一个政策的白皮书嘛。我是希望总统会当若选调了，就爱去召开这个高等教育的国事会议啦。这是足重要，先厘清问题嘛。因为教育问题是盘根错节，吼，牵一发动全局。咱说每一样题拢有道理，但是有拢有好处有歹处啦，有拢有治标不治本，见树不见林嘛。就是咱爱甲规个整个的问题先厘清，才来解决。那就1990年代。李登辉总统有策动一波的教育改革嘛？咱即马是应该策动第2波的教育改革，吼，先来召开这个国事会，安尼把问题拢列出来，咱来想讲要哪解决，安尼才有救啦。哦，陈老师，是，我真感谢公视台语台有关心这个议题啦，吼，根本都无看到任何这个电视台媒体咧关心这款议题嘛，吼，要报拢是报校，要倒啊是无人啊。即款的其实毋是真正一个政策国家关度的吼，无什物知识的这含金量啦。我感觉吼足可惜的。啊，我的看法就是讲，爱甲这个责任分好清楚。吼，第一个学校啊收起来，这毋是啥物悲哀。吼，人拢爱啥物公司嘛会倒啊，学校收起来有啥物好？吼，啊人少本来学校就爱少，还是讲学生少，这是自然的，这毋是问题。这是爱啥物解决？啊人少你就是少全世界，日本嘛安尼全世界。我10年前做教育行政研究的时候，迄时阵阮得到一个数字吼，日本的大学平均就是差不多800几人尔，平均。韩国差不多2000、3000，对，因为伊细间的大学足济。所以咱毋通看讲迄大间拢东大、京大，其实嘛足细间的。啊，美国吼有名的迄私立大学，无甲1000人的嘛有足济。啊，对咱台湾无法度接受学校细间。咱来讲什么？这个无太无教这学生袂使，这都是教育是无唔对的问题嘛。你等下教育的本质是要做啥？啊，政府对这多我就讲企业就讲，这个企业吼要鼓励去买学校。咱即摆教育哈，私校退场以后吼。卖互人孝受这个财产，这财产的地步就该使教育文化加艺术用，安尼就好，啊社会福利用，啊安尼人就袂讲要来插土地，爱限工做讲老人的啊、少年的吼，一定要针对安尼，啊社会福利，因为咱的宪法嘛是爱鼓励这嘛，所以讲第一个卖互人贪买这退场要来趁钱，过来学校倒。董事会爱负责任，董事会家己经营无好，迄是因兜的代志，吼，迄是一回事，咱会使安尼改讲伊的责任。但是老师拢是无辜的，无啥物学校老师决定学校的啦。公立大学才有老师治校啦，私立大学啥物时有老师治校的？我一个嘛捌听过，私立大学是董事会治校的嘛，是创办人治校，哪有啥物对？老师，恁好，董事会听哦。我毋是针对啊，迄是所有台湾大学啊。所以讲，其他是私立，起码私立大学，不管是高中、国民学校、大学，只若要退场，老师的权利，迄是国家的责任。所以这变怪。咱若对世界的责任、未来台湾民族的责任，迄是爱要求公立大学爱加办一寡无趁钱的系，爱甲打起来。
啊，叫企业的责任就是企业爱来去主动买学校，啊，甲改造家己的职业训练所，啊是技术学院来培养，因家己出钱，啊，这个钱就会使甲抵税，啊是甲奖励，安尼爱就留伊需要的。啊，无需要的，迄文科的老师你拢无爱，公司无咧讲文化，我去因拢总退职，但是因的退休的保障国家爱担起。啊，这个财产就是归袂互私立学校，甲归互国家，吼啊做社会福利啊，青年需要，啊安尼当作问题就解决，伊嘛对老师无责任，啊大家就退场啊嘛，啊这安尼的发展就是对好的发展嘛，啊即摆公立大学卖甲私立学校抢讲，拢有资工系，拢有资管系嘛，要医生安尼拢是毋对，有诶会使。互私立学校做诶，人做小而美，你就互伊做。那讲台湾迄今仔日有一个大学是完全是文科的大学，伊文科做甲做好，伊嘛毋免讲为着要趁钱，爱弄啥物 AI 啥，迄假做诶啦，迄嘛毋是伊诶专长，硬请两三个人拢无意思。咱就这就是多元，这是台湾即马变成一个 OECD 国家足需要的未来。咱即马照即马社会需要的人，即马现主是需要的人，咱是已经对袂着新的流行，咱韩国是行咧头前，因创造文化创意的人才，咱是咧对人袂着，咱拢讲啊，即摆流行啥咱来做已经袂赴啊，咱就台湾永远做二流的国家，对人走啦。是，来，这个特技吼，以你做一个饶舌歌手吼，政治学的出身的吼，你感觉你过去，那你佫有再机会去参加着政治系，你希望老师在开什么课？还是讲你寄望你的政治系爱创啥物代志？我感觉上重要的是爱互学生了解家己的兴趣到底是伫倒位，到底伊未来想要替即个社会创造啥物款的价值，这是一个较重要的。啊，毋过这无法度讲有一门课就有法度解决即个问题，所以我有想到一点，就是讲我感觉咱的教育。爱做的一件代志，就是减少中学生的各中高中学生的课业压力。嘿，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代志，因为咱即摆的课业就是限制伫国英数社自这个科目内底。毋过面对未来的世界，其实阮学这物件，迄算是一种通识教育尔，迄毋是讲阮将来一定爱靠这，阮有法度创造啥物价值。其实阮的学生应该爱开始了解，讲伊若自较细汉的时阵，会当了解家己未来想要创啥，伊会使提早开始去铺排伊未来想要学习的物件。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因为我嘛有伫做迄各中的补习班老师，我看到足侪迄种足烦恼的父母，就是因拢烦恼。叫伊定定看咱的节目，咱若讨论过足侪课纲的代志，对，加强素养。但是有真侪家长还是头脑即无法度啦，因为过去的时代就是讲爱竞争啦，啊咧背课文啊创啥吼。上尾我来请新鸿，你来讲者吼，你大学你若是讲马上你要爱分科啊嘛吼。3年4年爱分科啊，还是你一路都不爱分系？一路拢无分系。你一路不爱分系，啊，就看我主修袂主修啥安尼。吼，你来讲看卖，你有鼓励讲，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安怎来行这条路？我感觉讲就是，首先就是讲咱社会环境的问题啦，就是咱面对教育这个问题，我感觉社会这个环境就是上重要的，就是咱譬如讲，参像这头头去讲的，就是咱。为咱高中就有咱的技职教育，咱技职教育其实就是有做一个初步的分流，所以咱应该爱去想的是，就是讲爱互学生去想讲，为虾米你爱读大学？这件代志是最重要。为虾米你爱读大学？啊，搁来认清一件代志，就是讲咱的大学毋是职业的训练所，就是咱读大学是安怎啊？搁来就是讲。我感觉就是，其实毋是你读大学读不分系，才是爱有不分的精神。其实我感觉讲，有的人其实读到即摆还佫无渺渺，毋知要创啥物。我感觉就是讲，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因为你本来就无绝对的一条路。你甚至讲，你可能做一个工课，啊，毋过你做到20当以后，你可能嘛是可能影响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你嘛变做是无渺渺。所以我感觉讲，应该是我感觉不分系这个若要行，就是应该要训练学生，就是讲爱有不分系精神，就是讲咱面对任何知识的时阵，爱愿意去学习，啊嘛愿意去了解嘛，有一个好奇的这个心嘛，你会当好好去想看卖，你到底介意的是啥物物件？
咱教育要所教因的，就是咱无法度训练因以后变做10当20当以后变一个好野人，咱无法度做到安尼。啊，毋过咱爱去训练的，就是讲伊的品格，啊，佮有伊的人伊的价值是安怎啊？面对问题的能力是安怎？安尼不管就是讲不管咱的社会安怎来做，安怎来变化，咱都会当来改变。啊，甚至讲，譬如讲，咱嘛会看到诚侪，譬如讲政治系有一寡可能伊对譬如讲对电脑有兴趣，伊嘛是转做是变做是工程师。所以我感觉讲，这就是讲，咱莫家己去限制家己啊。啊，咱大学其实就是讲，互咱家己去。培养家己一个兴趣，一个专注的。这少年人咧讲吼，我更加爱敦促咱这3位总统候选人啊，爱来面对咱国家即摆面对的问题哦。人少年人就知影讲问题一时无法度解决，但是总是爱面对啊。吼，召开着国事会议，啊，甲种种的问题，像头头会长所讲的，甲种种问题来提出来，啊，大家好啊讨论，总是爱面对啦。无吼，哇，早晚哦，一寡学校老师拢会找你柜台来讲。